上次来录影就掉了嘛。树皮啊，更勤啊，蛮耐勤啊。我没有找到。有在哪里找的？在士林夜市。有，为什么？士林夜市，他是自己会走啊。很荒谬的是，我手机结果是那个燕凤姐哦，对啊，燕凤姐带这位哦。你做个老师的人，你为什么要拿人家手机呢？人家就不能去吃个药炖排骨吗？青春总是那么大方，可以拥抱，可以碰撞。我第一次见到 Shino 是在我们学校。所以男的要上爱时间。然后上爱时间给他们出头，也在我团冲过。那个乐团是不是叫天梯？还是什么天梯啊？是不是有一个这个乐团 Stairway to the Heaven 吗？梯子啊，梯子，对，T N 你的高底位都冲过。哦，梯子跟天梯有差啊，那差一个字。老嘢倒你腿，老嘢向下來。太好，來，錢啊，大家好。啊，也嚟到人哋流行歌曲組嘅波 V 正八歲，俩海 V 面在 V 面利用管理羅志清。係，哎，恭喜！真係又被他蒙到。啊，嚟，今日啊，今日有位新嘅朋友嚟參加比賽哈。誒，比賽之前嘅介紹評審先生。好，歡迎葉家秀先生。齊澤偉先生、王義軒先生、尤少奇先生，來有請 TV 參賽朋友。TV 類是苗栗公館工程一帶類右邊某邊。來，談開啦。无脚的迷途无边，阿婆天做下包电种的，阿妹天窗下打麻将，落寞的老朋友天落袂了，순서感觉有变也无变。 来动我心，老无脚的耳腔下酸，阿婆煮的菜，爱点点看遍汤边，头呆呆的三顿饭，无准都叫。 阿婆看伊台中的本爱台地，落寞看伊行爱也就系无开的温土，寒色的世界本计划叫伊风的。 过的创的戏，有变也无变。爱看电视，家己背啊，天天起航下去，天天起航下去。 啊，
讲声音吼，日系男孩啊，日男我都好孩，有日男孩好很帅呢。哎呦，对对你冲灯啊，吃到比较凶凶的很好呢。对啊，没想到呢，点点吃沙瓦公本哈。嘿啊对没有哦，有本欣赏调教一下。真的哎哦。哦，那位欣赏调教呢？哈拜张贡，如果有哈拜的话，如可能没有爱感。对，但是我那就保密，因为我怕让老师丢脸。他知道党 V 公，你只是想来参加这一次而已。对啊，因为对，因为就是主要也是想说，因为这首歌是我自己写的歌嘛，然后这一首歌就是写给我家乡家人们的情歌，不可爱你的狗，把你家里的情歌情况都写出来，就稍微对，就是打麻将，妈妈打麻将，就会对爱有一种温度哦，对，突然有，也主要是因为就是我们家里就是不太会用言语表达说我爱你这件事情，对，我会不好意思开口，不会排斥讲，我会排斥。哦，故说节目聊条歌，正经下朋友不可爱情。不单单你们家，应该是说在台湾生长在台湾的华人家庭，就不习惯把我爱你这3个字把它放在嘴巴里面呈现出来，都用实际的行动去，在日常说我爱你。用行动去证明。外国人很会啊，I love you，不然是真的还是假的？外国人会出一只嘴啊。对啊，有啦，华人就比较。其实讲出来没青葱油，吃都黑暗油。三不五时，爱要及时。没错，故说聊条狗的亲后，好听啊，好听啊，不会糖豆，他也唱得很好嘞，真的电电吃上满光。还算不错啦，不错了，不错了。哦，汤品是欣赏，嘿，上周的了，说对了，就是就好像差一点这样。哦，真的哦，给你是糖果给金钱，金钱更惨。哦，有插播这种。哎呦，哇，还公还冲狗啦，他可以进步到这样。有人对给亲用型啊，应该来讲，像嘉修老师。哦，沈一哦，然后，刚感觉讲，这首歌真的是你写的吗？你写的哦，是在讲，讲那国术懂得广发，从这我们经常在讲说，搞你冲国歌就要把它先念一遍，把它当讲话，所以才有情绪起伏嘛。不过你冲了去搞爱国歌吼，爱感觉讲，替你冇分段落，嘛该我讲冲了的，那冇冲了，还有段落跟段落之间，你这个要国术给我们看到的要谱当播哟。它都有框开来，就是哦，这是一句，这是一句。你冲高出某这样哦，你说就去搞用板冲到啊某回，然后就换掉，是做唔对了。你鬼样狗听大宋，来跟我讲，其实说实在，这首歌写得非常好。刚刚我跟这位老师讲，互相就看说，哎呦，王杰的。还未成功版，就是说副歌没有办法唱出王杰的味道，但事实上，赏清讲，他的音色真的很漂亮哈，低音哈高音，型也很好啊，嘿呀，型也真的不错，就很日本歌手那个味道对，所以听大宋还是刚我讲，你还说国哈，我认为呢，你不应该不要唱一次，你应该好好的把它再重新整理一遍。然后真的把它当成流行而广发各种方式，去给它讲一摆。哦，你想在电视上讲给你的亲人听，可是来讲你的亲人可能 catch 不到你的感觉，因为你要讲的，我吹你内心出来了。尤其是到了副歌的时候，果然啊，你的高音其实因为你一个冲反吼，你是只把它放开来。就直接就出来了，可是事实上高音的部分对你的讲，低音那么漂亮，高音应该把整个身体往后倒，然后把头部呢往这个脖子的地方尽量把它拉到你的声带变短的，然后把它弄成头腔共鸣，那个声音才会很结实有力的出来。这九力嘎整个的前段后段整个接在一起，这首歌的感觉，当然还要再加上你那个段落把它分清楚。所以你自己把情绪都整理完毕了以后，在唱歌的时候，把主歌你其实很漂亮的音色啊，碰到副歌的高音的时候，要怎么样子把身体整个往后弓，给嗓就变成轻有力啊。那么有力啊，鬼速国就整个才会跳出来。那现在就会给我们感觉说，很大众。就觉得这首歌真的是
汉后儿歌怎么会被那么烂的歌手在唱？这样子觉得，还是他自己写的，这个才麻烦这样。不过我讲这样是有点，我是希望鼓励你的。安定。因为讲实在讲，你要出国，你按第一次的发表用这种方式发表，是让大家有更大的期待，也许不是坏事哈。不过我希望你下次有机会的时候，用更好的方式把这首歌更正式的、更有力，而且更贴心的搭心。不跟你干过啊，这首歌真美，真好听哦，因为它真的是一首很棒的歌，好不好？加油！好，先生，来，可以还给个分数。哦，来看公审一个分数。来，哎呦，有。92分呢，很高呢，根本预算不差的。好，安子 C。好，谢谢，安子 C。什么？给坤他。好来，我做休息。还有四面八方拜。很有型啊！这个很有型，可以不是光客家吧？这个也可以各家电视台可以网罗起来演戏。走的，可以哈，Camera Fest， 还有日男孩，我们客日结合。对，好，来杀好了。杀了，嘿，顾球艇带来是龅牙。躺关了。用树台的爬山的色彩妈妈感动，才有朋友穷下来去好把教训，你的下公妈来穷下掉闹呢，树风那里mặc就有心用林落地，你跳用把来，你爱穷又没法度，天公观错梦。全部下嘅路，你看下阿公坐电旁灯泡茶，是包呀阿妹喊的做下，莫喊切菜，也讲声呢呢，个个翻的老跳，笑哈哈。湿哒哒，用树台的爬山的色彩妈妈感动，才有朋友穷下来的好把教训，的下公妈来穷下掉闹呢，树旁那里mặc就跳心凉林落地，你跳样白来，对爱穷又没法度，天公观错梦，老爷公打嘴鼓。谁呢在跳舞？我严从老爱照亮全部开路。你看下阿公坐电旁灯泡茶，是包呀阿妹喊的做下，莫喊切菜。你讲谁呢呀？个个翻的老跳，笑哈哈。两位主持人好，小婷姐，各位评判先生好，嘿，连续2礼拜冲结果，冲结果，系冇，你拢感亲强的歌的怎样？最近开放了哈。系啊，未来嘅亲戚朋友都电视都可能爱播出嘛哈，叫爱从快歌进后堂，后堂啊，哎呦，真的哦，mango 冇后堂呀，对啊，金卷都冲 mango 呢，啊，前面几集啊哈，有播啦，哎。哦，紧张的时候嘴会干的，真的哦。对，比如讲唱快歌进后堂，哦，所以爱练快歌来唱。
哦，但是快歌会比较对，快歌你得容易干压力较大啊。有冇？有冇压力较大？我吃到创夹歌，压力较强怂呢。没啦，个歌词都夹啊，因为不会啊，因为慢歌就会讲。有场时你有什么瑕疵，他就躺出来。慢狗，夹狗有场时就带过去，他就没事。跟来的冲慢狗的关系，夹狗会有一点压力，对吧？因为柔类呀哈，后空气很慢。只是你刚刚那个哦，那看起来就想打你。有点中二是不是？豁出去！不过公司菜吧，球艇这里啊，他冲狗桶金钱张落的时间差真多呢。你他夹狗嘅节奏会感觉没好啊，还是你在舞台上的肢体，慢狗也没黑，你头发冲狗很硬，自在啦，他吃菜，因为经过安度线上嘅指导，所以攞到呢度要叫咧，叫咧，叫咗啦，咁叫。請叫的應該會唔同，係啊，請叫的應該係唔同。嘅呢傳統組應該係一天叫。哦，天橋子。你從習慣出去嘅，但他很多在看到。這種唔樣嘅，你習慣出去。他做得比到一年嘛，哈，52年，52。還沒好夠啊，人生在你這某一年、某一兩年當中，我是在電視台度過的。係啊，今後要重慶到客家歌嘅，也進好啦，也希望你啊鬧熱打擂台，不然你啦錄音假有機會。係啊，錄音假，你當錄音假。什麼客家電視台？對啦，因為好快歌哈，唔咁簡單嘛。真的冇咁快。我好識。所以咪希望按照老師指導。你這樣才真的讓我拳頭硬了。拍先，衝上來唱嘉賓先生。來嘞。先生好。我知道吼，大概冲刷咧，他較輕鬆的時間。不過喺主持人也好，喺人一家吼，你也不用輕鬆，唔要通喺度主持人當，永遠唔通唱歌。我本主持人記下來，表示你有做到本人記得一件事情。從開始比賽到你下，真係要照顧演員嘅。我知道我本太家記得你嘅方法要當到，譬如講你而家唱歌嘅動搖，就像嘉修先生講嘅，你現在唱得很細，唔過我通過按到拜。但當然唱歌失爆呀，應該係最無唱師傅先生嘅失爆呀。真嘅。你哦，可以。也可以哦。你很想跳對不對？剛剛。好，所以你真正咁講哈，你哋兩個禮拜突然用這位歌曲，我知道以後我知道你要想要突破，唔過突破當中呢，我去想一下。用把你短的時間裡邊度編一張嘢，你睇下要編，唔過差唔多編50、60拍聽聽。用蠻好，因為你唱慢歌唱太久誒，有條歌做唔得用唱慢歌嘅方式來唱，就像那首歌曲，你愛彈出來彈，愛切出來切，愛有節奏出來節奏，就像報名啊，羅哥再跳一擺，來，嘿耶，你身體有做到，唔過人歌聲冇做到。念腔下嘅韻律感、律通感冇你去懂腔嗰種，我拿了一個範本，我照那個唱好了。你照那個唱，你用抒情歌嘅方式唱嘅時間，就覺得很怪。念腔下誒，要是嗰個堂學都爆門就大宋就大宋對。還有一天是，我知道你唱呢個歌嘅時間，你一聽到龍子甲講，你動作嚟唱，又蠻講，你看人面部嘅表情。還有節奏、間奏的時間，你對看天嚟下，你也冇笑，我知道你失爆也係冇失爆。所以當然是。對，懂咗冇失爆，就懂都市謠冇失爆嘅感覺。我講係人歌必須要一體啦。好，唔過我懂。我其實是很贊許你兩個禮拜通過去無腔嘅歌曲來唱，不管係唱，不管係外形嘅服裝也好，我知道我們當然要雞蛋裏挑骨頭，希望越來越好。唔過佢邊表現係你當好啦，好，加油！好，先生，好，你個可以喺日嗰份書啊，嚟，來看古球亭嘅分數。先生，63分啊！球亭其實
93专门户哎，真的哈，你可以去过军人节。对啊，93军人节。好啊，继续努力，希望进来更好。黑妹分数再高一点，好不好？好，再多个2分，你就有机会坐在上面。好，加油，好不好？好，希望先生，希望，合作科谢谢，安子 C 哈。沙下來，沙來係你嘅 teacher，嘅演風帶來後生為大兵。來，唐安啦。後生的木造，來聽聽白海來困到我。他現在衣服都，他一些好朋友、親戚朋友，他每次都 setting 的很那個，對啊，然後都會剪他穿過的衣服。真的假的？剪你穿過的衣服？沒啦，是有個好笑的事情，是跟着我朋友。我們去逛衣服，對，然後那時候他就說，這件很好看誒，然後我就說，真的誒，然後我就穿看，我說，真的很好看，然後就買了，然後買完之後他就跟我說，其實是因為我剛剛問你說好不好看，因為好看的話他想要買，就被你買走了，對。老师啊，这么，对，为什么那么紧张？还是那么紧张干嘛？江承义，你今天有机会留下来了，哈，对啊，不是只是唱这一次而已，我很紧张，为什么？为什么啦？因为我是怕咬字的关系啊。其实，对了，咬字懂冲腰啦，但是问题是先把这个感觉。旋律整个的味道唱出来，对，像我们学唱英文歌，我们也是一样啊，英文歌也没。像我们去唱广东歌，去唱那一些也是都一样啊。对呀，就反正就乱唱啊，也不能乱唱。那真的啦，就是至少把那个味道唱出来，那个语感，给种语感冲出来。练习太少哦，缺少他没时间，可能最近。课业太多哈，教课太多，学生比较多这样，对嘛，那种原因，对，哎呀，没很怕啦。其实来唱歌就是非客家的人啊，愿意来唱客家歌，我们已经觉得非常棒。对，而且其实老师唱得很好。好啊，他是真的会唱歌的。你的音色跟唱歌的表情都很好，那个气的控制度都非常好。而且又有佛心来的。是佛心啊。佛心。哎呀，你佛心，你今天真的佛心来着。你是有出家了吗？还是没有？我是有吃长素，长期吃斋这样子。吃差不多20几年了。做全素。
对，宗教信仰的关系。不是周边树，应该是宗教信仰，不是。没有周边树。不是，我都是就是吃原来的，就是原生的东西。自然的东西就没有对，不是那种精致品这样子。他们叫做原本的食材，对，不天然加工的啦，天然的食材。没有，我觉得健康就好了，健康啊，开心，一切随缘，对，健康开心随缘。好了，从的呛冯玉婷欣赏。烟风镜以后哦，隔壁当你从前面冲到洞后，我觉得进步了耶。可是你会不会你是方寸大乱，然后你的拍子整个乱掉了，对不对？第一边就那个黑上那个后半拍一部分也冇做到哈。然后第二遍的时候。跟 pop 正拍要下音，你也是后半拍下音。那后背呢？你整段你的 pop 全部都落拍，很明显。如果你今天没有失误的话，成绩应该会不错，会比你送一些行啊进步。但是给不给我觉得没有关系，我需要你再过来比赛。再加油，因为你要过上过后哦，所以第这个要有自信。虽然给不有一些给检查有一点点的失误，但是我觉得这都不是重点，而是说你要克服你自己。因为你要多练嘛，因为你要问题一猜你还歌词，因为冲歌时你一直记歌词，然后我要怎么发音，这才是你最大的问题。刚是讲。你歌词就像叶老师讲的呀，歌词要多念，然后你在多念的情况之下呢，你的咬字发音也会比较顺那你就会慢慢的进步了。不是呢，歌词的问题只是花时间而已，但是我希望能够再回到我们这个舞台，多加油！谢谢老师，你唱得很好哦，真的加油！谢谢，再加油，谢谢。今天冲动情对啊，我们也希望你能够赶快回来，然后希望你以后如果回来每一集你就准备一个 conversation。可以教我们这个课音教学，不敢当啊，真的。英文教学，哎呀，就是客家话啊，讲一句客家话教英文啊。哎呀，比如说报嘛，你就搞你就好。我也顺便可以记，也顺便可以教大家，对吗？那乡亲朋友啊，好不好？好，OK，谢谢老师，谢谢。还是要看一下啦，看到底有。看一下给严峰的分数。可惜啦，不好意思，好吧，那希望很快可以看到你，好不好？好，谢谢。什么烟风记，安子生，安子生，好，沙来，你烟风带来，后上嘅木竹，来，弹个啦。後生嘅木竹，看唔到條前嘅路，今日你就上腳，朋友叫，後生嘅木竹。天天白開來看到一片太過愛情上的腳步，行唔到條前嘅路，今日你就上腳，變無辜。後生的
脚步，行路跳绳的路，敢迄个照相局朋友，后生的脚步，来天天念下来看到。后生的目中，讲的老世界的全部，敢迄个照相局叫天桥。后生的目中，来听听把开来看到，一片大海。哎呦，奖哦，赞哦，赞哦。哦，俩大摆阿里都心态，错啦，係啊，即係送一條歌曲係貼好啦，因為講蘇珊嘅隻一個歌很多夢，係自家就一點好，後來嘅新專輯係就聽，一直聽這樣子，重複聽。嘿，錯，記得嗰隻。本傑穿6萬50塊萬。嗰隻記得他在大團誕生，就是那時候他去大團誕生，然後還沒發專輯，然後這首歌有出現，然後我就聽得很開心，後來就很喜歡。只想有造诣的人拿得衝啊！你們挺優秀，你們挺優秀啊！哎呀，他現在加油！他現在衣服都他一些好朋友、親戚朋友，他每次 setting 的很那個，對啊，然後都會剪他穿過的衣服。真的假？剪你穿過的衣服？沒啦，因為我從細就改好同阿姐去講改，去買衫褲。後來他過台以後就也是很愛逛街這樣子，然後是有個好笑的事情是，跟着愛同愛朋友我們去逛衣服，對，然後那時候他就說，這件很好看，然後我就說，真的，然後我就穿看，我說，真的很好看，然後就買了，然後買完之後他就跟我說，其實是因為我剛剛問你說好不好看，因為好看的話我太喜歡買了，就被你買走了，對，然後我就說沒關係啊，反正我穿不喜歡，我明年可能就送你了，這樣啊，還要等1年，就是對啊之類的，可以穿情侶裝有什麼關係？沒有，就一件啊，一件啊，眼淚，對，就古着店的就一件的，我們當歌手就是有這個好處，對，有很多衣服。從我家買，做唔得同阿講講，你冇，大伯講阿講啊就買，那你買幾多件衣？他買挑一公，每次都敗家，知道沒有？對啊，不然會很多袋這樣。好了，來，衝刺來搶，好不好？老師，來，好，燕峰哈，這個要必須按叫啊哈，從那位置繼續又下來，繼續又下來，繼續下來，其實你還是要夠長哈。但對於 N.L. 評審來講，希望你喊他進步，所以有時間就講 N.L. 對你嘅建議可能有些比較苛刻一點的。我講第一點就講哈，你在外面表演的時候，表演的時間哈，那個甚至上舞台的時候，我覺得有兩個冇重要。你在外面有魂，比賽沒有魂，只有神。那個意思啊，神就是模仿，你只有模仿。那你中國的時候，你那個人的眼神跟那個站在舞台上的那個感情哈，人都飛出去沒有在，你一直都沒有感覺到。但是講，因為你現在在外面已經有表演了，你知道嗎？演出很多地方，我有看到人家懂得視頻哈，奇怪，那個就是演你自己啊，上了舞台都完全變了一個人。外面表演跟在邊比，所以完全不一樣。聽一點嘛，像丹田有力哦，但是聲音啊，以前我有跟你講過，你還是內收音越壓越兇，雖然像丹田已經有改變，但是你在高音半假音的部分反而不敢做了。對，已經被你的一個用蠻講，就是你在唱歌的過程當中，你希望會唱比較好的丹田，你要供你那風格要出來，對不對？但是你把最好的給修掉了。你以前唱得很肆意，在高頻的時候半假音的時候，那飛來飛去，人家不敢飛啊，所以你要特別注意。我是看到你那個很快樂的眼神，人家沒有那個眼神了。你唱歌對這個熱忱不對的，哈，所以我覺得說，你看到那個我們下面一個參賽者哈，那個最不被看好的哈，連續2集，那矮醫師叫矮醫師就是他怎麼中槍了？沒有，他就莫名其妙就坐上去了嘛。但是我講一點，就是說他不是莫名其妙，而是 Andy 就從他，因為老師都有給他建議嘛，你那個帶氣音哦，那以前聲音都斷會抖，奇怪，這兩種新來做評審呢，看給中國誒，改變整個人，就是說他有跳脫出來，反而燕峰你跳回去了，你把你那個熱情拿回來，那個位置以後會有機會屬於你，因為後面的新秀來了。
好，我觉得站到这个舞台，既然要站到这个舞台，你都要把你的热情拿出来，好，有没有？给你鼓励，继续打拼，谢谢。刘老师今天很严肃的，哎，真的，对，他是真的有啦，因为他很看好我，爱你心切，真的奇才啊，应该低，反正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平台啦，你就是好好的享受它，对不对？好，先来看李彦峰嘅分数。OK。分数意思就会讲，你冲都清后，不过老师对你要求严格，对，希望你更好。谢谢。什么彦峰？好，加油！不要辜负老师们，好不好？压力又来，压力又来啊！好，来回这休息。什么？好，撒下来。撒落去，避免在落执行带落改变茶。好，躺下来。卫冕者了，系啊，新花开哦，新花开系嘛，新花开到手机都掉了。哎呦，手机对上次来录影就掉了嘛，手机啊，更勤啊，蛮耐勤啊哟，他只敢同你天勤。我想要这位，看他怎么还不走？对啊，他在找手机，最后有捡不到。后面有找到，在哪里找到？在士林夜市。哟，为什么在士林夜市？对，因为那时候。手机找不到，然后我就请我男朋友帮我看定位，然后结果定位在士林夜市附近那边。你在这边录影啊，手机跑到士林夜市，他是自己会走啊？很荒谬的是，我手机结果是那个燕凤姐哦。燕凤姐带走哦，你还去士林夜市吃宵夜哦？你做个老师的人，你为什么要拿人家手机呢？人家就不能去吃个药炖排骨吗？奇怪。哦，真的哦。他把它放在他的行李箱里面。对啊。有东西就把它装进去，这样子。还好现在有手机定位啊，张晴的抖黑毛吓到，还给后代嘞，他还没有回
在台中还是哪里？有的参赛者住中南部还不错，中南部以后都有请到。来小心呐，手机现在掉了很麻烦。哎呀，懂麻烦呢，请到资料的里不多哈，好不好？好，从说的，请嘉修老师。好，知悉了。我是干部工，我真的是很佩服他。你不用在他身上，你看到讲什么叫做自信？给冲起来是。他很快乐，样子就会冲，而且刚刚哲伟老师跑来问我说：“他为什么他的声音都特别小？”我说：“他是真的唱得很小声，他很轻很轻的在唱属于他自己的一个很特殊的他自己的痛。我想很少歌手是这个样子。然后我就很仔细的听，就发现说这是一个很特别的辨识度。我现在讲的这个人可能有很多人都已经忘记或不认识了，就包美胜。包美胜以前刚出来的时候，大家都没有听过那种很奇怪的声音，抓泥鳅那种。对，就是很轻，然后很特别的那种声音。然后我发现，知悉他突然间表现出来一个说，老娘不跟你们玩那种，我就玩我自己，执行自己的味道。然后发现这几次我正好听到他的声音的时候，我觉得他就是换了一个人了，就是站上来他就觉得。我要唱我自己的东西，而且他的比方说音准，还有那个声音的气度，因为他把声音缩小了，然后就轻轻的唱，然后自己很陶醉、很快乐在唱的时候，就那个控管的那个，比如说长度啊、气声啊，对他来讲，跟没问题的呀。因为艺术不是用按抖啊，然后他就突然间觉得自己掌控有余了，然后到开放的时候。副歌的时候，他就可以我再加大一点。那对我们听觉的那听起来就觉得说，还有前后两遍，或是那种感觉就是完全对层次都出来了。然后他的做法是，我把前面缩小，然后让后面的空间先做，那是轻某更难的事情。你不用，他是做一个整体的规划了。但是你地公他怎么会突然间进步那么快？感觉到我在当制作人教人家的东西，他没有经过我教，他都会了。这样。现在某简单了，因为一个歌手他是唱现场的，给现场爱用冲，等于是我们在录音室里面去教过人家，帮他整理过了以后的歌手，也冲出来给表情，然后跟层次感给做出来了。所以对我来讲这个歌手。难得，虽然个子小各方面刚开始看都不觉得很起眼而且大家现在目前对他似乎看好度不太高但我个人是觉得我对他的看好度越来越高了，继续加油，好吗？好，什么欣赏？好了，两位有请你的亲国分烟风来到舞台中，然后来看你的分数。好，来，再来看罗志清的分数。擂台比賽。恐下来比是有讲好的讲，我要跟你较量一下，有黑吗？有啊，我真的哦。表面给，两个月就好，请穿他头顶的本吉斯。虽然你的雄风拿出来嘛，像你在你欣赏，哎呀，不过你在你的欣赏嘅雄风高起。高起。再来看罗志清的分数。恭喜罗志清连续避免，再继续加油了啊！欢迎等上你的避免炸破壁，罗志清避免3关，恭喜！也要来到呢传统组的保利争霸赛，也係一冠嘅有成績，恭喜哟！是嘅邊名咋？很強啊！係嘛？衝到要好嚇，衝到前好。係啊，希望做得10度避免嚇。希望做得啦嚇。因為老公唔點會唔歡喜嘛？唔會啦，唔會。假笑咧。回去他們就互相吵架。唔會啦，唔會啦，係啊，先適合你唔會。今日聽到有啲前面跳參朋友嚇，但是之前有來過樣嘅嚇。好嚟，又介紹下你評審欣賞哦。好，歡迎。
罗莹莹先生、林赞怡先生、陈秀峰先生、魏生炯先生。来，有请 TV 参赛朋友。新的朋友来自美丽斯中云健带来评判。好的，看看了。美女，好，谢谢。老朋友诶，系啊，突然要懂得周海洋诶，啊，接来踢西拜啊，对，踢西拜，踢拜那样子。2015、17、19、23，没太清楚嘞。西拜都记得。2015年跟他是魔王啊，老对手，结果那个被打掉。被打掉。第二次是那个6强，最后一次的时候啊，该进入就是1、2、3、4、5、6，结果泰加金面啊，希望我从头金面泰加金，哎，我发现不对，泰加了就扣5分了，就第4名。6次。第3次是进入6强的时候，我一紧张，我又把歌词又唱错。轻容易紧张是吗？我很容易紧张。所以今天歌词有带来啊。我应该没有唱错啊，没唱错，应该没唱错了哈。这表示他很在意哦。哎，你看他每一次来时间15、17、19，对啊，2023，时间跟他唱的如何，然后他怎么样被打掉，要蛮记都清清楚楚。你那做嘛，你还记存有没按后？哦，记存清后。记得等啊，嘿啊，做过的事情啊，冇一定记得了。嘿啊，近看近医生年纪多朋友了，记都唔记得。因为今年啊，那你们就会打电话，我说好啊，来告啊，对啊，都告一下了。对，还有 Q 演还有客家美食还有来过了。是，介绍苗栗。有进去，反正活到老就玩到老。对，你看客家店那个闹热打擂台，暗后的舞台咩，又暗后的评审老师来跟你讲的，韩国跟乐师又暗杯啊，就有进步的空间啦。从1级棒哎，你嘛。对呀，1级棒给参赛的朋友。我们这个节目最主要就是服务乡亲，服务乡亲朋友，本大家好唱歌有机会都会去到入来唱下咧。冇错，欢迎开始加入。所以讲开始还是爱来。好啦，强用。要按后的这种主持人，讲一下。好的。好，强英先生。好，按球冇看到哈，上海係暗亮哦，謝謝。所以今日嘅評判其實講起來，僅僅上尾1號，就講可能又讓啦下球冇轉來唱哈，挑戰2期嘅時間，又彈出來又一啲啲緊張哈，除咗嘅劉崇信係冇講硬將，咁個後輩第3到第4期嘅時間就1號咧哈，所以漸入佳境。咁個係講外本係即建議哈，就係一達期嘅數每任嘅
时间啦，吼，跟你从不管系从哪然系啊，落去练起来，就就系讲，你讲润米爱做得酱嘛，哈，所以你改用慢讲就系你改嚟教到，就是那个连线不够流畅啦，好，莫练起来，比如讲采起了钟啊，好，听到团体嘅位数，钟啊，好，全部捞去特别点出来，大家文音美时间有那个重音呐，虚字就是要让它的这个润米加起来哈，为半夜加分长重，好，我建议很用心，是梦怡，谢谢老师，谢谢，你来啊，看分数啊，看分数了哈，看一下总运件嘅分数。要本书做对了，对。今天可能会拆散一对夫妻哦。唔係啊！你嘅老公咪錢杯衝啊？我要衝啊！對啊，我怕啦，我怕。唔會啦，唔會啦。好，恭喜哦，先恭喜。年紀哈，文書清後哦，謝謝哈。即希望也拜做留較久的哈。好來，沙下來。沙來，趕得期待來路上歌。來等個啦。悲傷，唔是驚是心流。出了好高山光阴强跳，左将来上云了。代代呀，美好堂谢谢。喂，管太哥，祝新年好。羅哥，他一般冇亂講法好冇？你還有蠻高台。沒有啊，這個他是自動放棄啊，又不是我講的，對嘛？緊張嘅哦。創新啊，冇發出啊，叫無創嘅嗬。叫無創啊，唔係平常時頂台不卡不同日本用強下練習咩？他冇上台。他冇上台啊。緊張。係啊。會緊張。你覺得這叫上台啊？所以你這部卡太太唔會搞呢？他自己唱一首是不是？唱這有一說的啦，啊佢要兩眼嚟要講眼樣扮演專業樣扮演留啦，哦。咩咩互相談對方衝啊樣啦，扮練習。要不要強下來比是有講好嘅講，誒，我要跟你較量一下，有係冇？有啊。我真的哦。表唔容易。我仲講，嗰個表唔容易，啊其他方面。哦，兩個月就好，作品，哦，比滿足，比幸福，
哎，前川他都得有本吉斯。啊，虽然你的雄风拿出来嘛，哦，像那个在你欣赏，嘿，哎呀，我哋在你欣赏嘅雄风高戏。高戏，他人係分呢是做得的，他人係3分哈，按住水梦仪是喺後選地位。有睇到嘛？啊，係啊，專業你都吃乾啦嘞。係啊，開玩笑。你看個有人介紹的樣，我吃到歡喜哦。衝水啊！這印蒼山歌，啊印潘思琴安尼。就講客家師傅啊，做些時間有嘛吼，炒菜啊，練長歌啊，吼，錯，哦，衝出嚟啦！我都搶救一下安尼戰役。輕有雄風嘅戰役欣賞。要不阿峰哥太跳的啦，太跳，跟萬塊始祖來樣向佢按洋蔥啦。烏鴉嘴迄門啊！唔係啦，因為加阿玉娟姐姊哦，佢創到也一項，嗰個分數也一個啊，啊，佢上禮拜分數上拿到一道91.5點嘛，係嘛？哦，對嘛？係啊，所以這個比高一類啊。阿德奇講下，呢度。一般嚟講，嗬，創了羅山歌，就調下盲創，以前係看到我創羅山歌，可能我有啲嘅嗰種嘅嚇，想象中我有啲嘅問題，做嘛？因為一開始加一下鹽，盲創都當緊張啊。哦，聽得出來。哦，一下鹽嗰啲啊，嗬，天機啊，尤其天機做鹽下難嚴重，天機米節落去啊，跟住你賣到哪邊去嘅嚇？然後聲音印多雜啊，做康啊啊！到第3季、第4季嗬，又下漲哦，又來到轉來哦啊！啊是講轉去嗬，做好嘅戲嗬，糖嘅戲嘅啲就，還有到播出嚟戲就會啲啦。哈，好，是蒙太噶哈。好，謝謝。再講呢個分分數啦，分數啦哈，可以哈。做得。好，看一下個人的幾個分數。好來。很滿意，真的，你很滿意哦，真很滿意。一共超過3分，回去小心點。那你一定超過3分，他等一下還會故意贏多一點。哦，有可能。我就是要回去讓你小心。師傅沒做對嘛，錯嘛。係啊，冇事情的。那晚上好好表現啊，好吧？OK，加油啊！謝謝。多休息。給阿勇吧。用嘅行出嚟咧，好的，等下唔怕，先介紹，好，沙下來，你嘅擁抱，總明雄帶來3個字。好嘞，好啦，有請哈。以前在鬧熱大擂台拿過冠軍呢。啊，對啊，係啊，冠軍歌手啊，係啊，哦，個獎金啊，唐公就拿去搶飲食，有還到倒貼，是不是？嗰樣是獎金多少錢？多少錢？6萬嚟嘛？6萬元用嚟搶朋友，親戚朋友。潘總係啊。潘總。當然係潘總啊。哎呦，開得60萬嚟。哎呦，賺6萬，花得60萬。
呦，阿雄爸，那感谢你个大姑个欣赏呢哦，壮老师，壮欣赏呢。对，哎呦，今天也破哎。一般老师就会照着他的节奏去打。哎呀，他一直要一边看一边这样。真的打，他们也做一直打。有厉害呢，好贴心呢。哎，真的。对呀，就不是那种很自私的鼓手的。不能说人家自私啊，不能就只有不能给不能打，对哈，黑毛特别贴心，太贴心了。哎呦，阿勇爸，做得嘛？哎呦，有些出不还呀？你给你出的嘛，不还哦？有些还呀。你做较少呢？哎呀，上礼拜个2-3幕做出来，个太黑，哎呀。挑战要做稳量的。不一样啊，对啊，他要不一样，冇叫他粗型啊。对呀。哎，他用白极厉害。用白讲。佢係在那年大擂台拿過冠軍呢。啊，對啊。係啊。冠軍歌手啊。係啊。哦，個獎金啊，唐公就拿一搶飲食，有還當倒貼，是不是？嗰陣時獎金多少錢？多少錢？6萬嚟嘛。6萬。按到6萬條哦。按到年我唔記得咧。係哦，太多年了哦。 6萬元啊，你就全部拿一槍飲食。係啊。你是管的時間啦。6萬塊把他打死。佢用是我到19冠要天天的 PK 樣做呢種，讓 PK 讓冠軍啊，冠軍啊。你是管的。6萬元用嚟搶朋友，親戚朋友。潘作係啊。潘作。當咗係潘作啊。哎呦，潘幾多作？東風先啊。哎呦，東風先哦，潘幾多作？唔記得咧，唔記得。開台60班呢？哎呦，從6班發到60班，真的。搶歸村那個人全部60班。懂了你對，將來打高爾夫球，如果一桿進洞的話，真的。那真的會怎樣？就要請客啊。請全高爾夫球場的人哦。沒有啦，就是你的好友們。強愛朋友哦，你冇一槍嘛愛？你冇一槍嘛？還好我沒有一桿進洞。你沒有贏過？從來唔試過。也回想起來，比如我特別參加嗰個綜藝金榜歌唱比賽的時節，有冇？30人演前我犧牲演的，嗰陣時從頭我最印象哈，沿路放鞭炮呢。哦，真的哦，也是有像那個演出名人有貼紅紙，是不是？對啊，嚴重厲害羅時豐這樣。就好像有點類似像嚴重厲害。你的演出名全部都下嚴重厲害啊！哦，真的。哎呀，就講親厲害的意思啊！厲害，嚴重厲害哦，厲害到好嚴重哦。對啊，超厲害羅時豐。對啊，我也不知道那時候就嗰樣子向下地磅，難得吹咧啲天獅頭的鼓聲嘛。對啊，哇，全個就是整個鄉就與有榮焉。然後甚至我爸就請客嘛。沒潘作啊，沒唱幾下十種哦，連嚴總啦、議長啦，什麼全部搶來哦，沒有搶，都自己就來了，自家來啊，就覺得是一個很，嗰樣時嚴總都掐金燈啊，有冇哈？董啟偉嘛，對啊，表示講親歡喜啊，就歡喜啊，他就要同你慶祝一下嘛，對，所以這樣回想起來，也蠻好玩的，就是這樣造就了後來的巨星嘛。係嘛？啊，運氣啦，運氣。湯平是欣賞騙家。哎呀，來秋風欣賞啦。好，明雄先生，今日有水飽冇？水有水飽。有水飽哈。上禮拜睇唔嘅老三哥嗬，講實在，我就老鄭義先生講，我講我看到人樣嘅嗬，當初係呢個部佢嘅齊木真先生，嘿，真嘅，你如果去家寫歌詞啊，人家嘅歌詞就寫得好啊，唔過見不嘢嗬，略略嘅有啲嗬，福隆話講走精，即係種睇嚟呢，略略嘅嗬，唔啲喺樂吹一停，然後唔停樂吹嗬，安尼實停到實跌破嘅嗬，跌一度，從第三季嘅時間嘅4天時間，你忙如開始你就升到去4天呢，嗰個係要很嚴重嘅嗬。嗰時受苦嘅，但略略攏扣一啲嘅分。唔過人嘅聲音嗬，講實在，人嘅本事係非常嘅大，加油哦！哦，謝謝。好，你唔記得扣一個分嗬？唔記得。係啊。看下來看啦，嗬。看一下，看一下，好。看一下總明雄嘅分數。哇，扣咁多呢？
吧？还有89分，哎呀，还有89分，还好啊，还好，还不错的了。我真的不，啊，60分及格了，89分。你看那管太狗少人啊。伊不小今日专业好好修理给太太的，有没有啊？然后又坐在刘华楼，做的专业修理。哎呦，阿勇吧，哎，拍摄哦，根本有可能，哎呀，我先转移不卡休息啦咧，哎呀，这真爽啊，哎呀，这真爽诶。他100张累了啦，好嘛？好，有哦，汉杯累了機會冇動有啦，有啦，還一個人就做來啊，係啊，對吧？年糕鐵。年糕鐵啊，年糕鐵，好嘛？好冇？好啦，好，喺傾下回來啦。係啦，好啦，年糕鐵我定來，好嘛？唔係青天呐，好嘛？哈，青天呐，衝過哈。咁就哈，什麼用吧？強下嚟介紹海邊哈。海邊係1天9帶來3個字。嚟，睇看下哦。小马街，怎么？小马街，小馬街，似家啲哦，小馬街。有個傳染係啊，會車人啊，天用係啊，車到因為他外省啊，係啊，昂的啦，昂的一樣。對，喺度唱歌咪仲有下擺。有場是不會啦，不會哦。啲舞台但後面一下會外的咧。係啊，一下會我是誰我在哪？哎呀，唔怕啦，還好，那一點點的小瑕疵，唔會太痛嚴重。係啊，對啊，添腳趾啊，跳擺神發真辛苦哦，真辛苦，真嘅。咩艱苦出來啊？係對，生意當啲我先是讀書噶，我做嘅水泥工啊。你做水泥工做嘅手工啊。哦，那做工的人教嘅父母來本嘅師傅賣白嘅啊。哦，哎，咁樣真辛苦咧，勞力耶。對，但真辛苦。哎呀，但是給那個他們的每一兩個錢啊，日工，他們是日薪，工資還不錯，係嘛？英國嘅用時工資，工資錢哦，算嘅嘛，做一年的2000人有啦。2000人，對，也還有的都師傅基本都3000、3500誒。3000俩很有常是槍模，嘿，哎呦，也喊他多，哦，窮又喊他多，辛苦，真辛苦安尼些，攏從細，再變過來啊，本身嘅狀態啊，對呀對呀，啊，生意也有效啦吼，有啦，係，這個事業咩問題安尼都，你就有個。就覺得就有那個比較安心，對，真的，就你有了小孩以後，你就開始就在煩惱，責任不一樣，那責任不一樣，真的，對啊，所以我們還是要擔起那個責任，男人嘛，對不對？肩上有擔，對不對？對呀，都是手中有藝，腹中沒有墨，心中
开始有爱。哎，对，又过一次咯。有。好啦，冲出来啦哈，请魏先生来公平哈。挺叫这哈。先生像上一季开始唱到了后来，表示讲伊歌唱实力，安尼以后啦，尤其8点讲国内的朋友哈。今日咧睇三个字唱起来，当然啦，冇乜个讲当台个啦哈。本人只建议，你的三个字第一句系写，第三句全部只是系写，第三句系写唱到好标准。听一个写拍，你唱那些连带妹音写拍，个写了落写的写嘛，这个字咬字咬字的方面这个，第四句细心发音发些，虽然讲有多少英国意思，挪的汉普的带过去了哈。啊，要加油啊！新梦先生。好了，那应该影响不大哈。应该係啦，看一下分數啦哈。看一下，來入天橋嘅分數。很做得留下來。你啥 Q？ 對啊，這 Q 到2分一嘅。係啊。大爽啊！好，下次記得哦，可以嗎？歌詞記得了不要突然往神啊！看是誰？對啊。好嘞，沙落去。沙落去，仲玉珍帶來評判。彈過啦。好糖啊！甲他夾先生咧創嘅事情，我一開始佢講嘅夾先生佢種笑，結果做演嘅事情就，有出出哈，佢講哎呀行見笑，唔係面容，佢太緊張咧啦。誒唔過要記飛留下來咧啊，係嘛？咩要記飛就留下來。對啊，兩夫妻還有可以同進同住啊。係啊，專業唔會嚴格咧。係咪？誒講真咧，唔不看慢演較台啊，啲不看。嘿，慢演做主了。幾卡台啦？幾卡台？哎呀哦。男人在家裡都沒什麼地位，對不對？啊，係咪？咁樣樣。係講佢露色。係啊。感覺佢人較恰。沒有，就是小事都係玉珍姐做主，大事都是滾開狗，錯嗎？是嗎？在他們家不會有大事。哦，係嘛？多樣用的嘛，唔係嗎？是，我們家大小事都我老婆在處理。哦，真的，按有人家那很否啊？對啊，我是完全沒有什麼事。你只要鬧事就好。不要鬧事就好。不要鬧事就好。哇，有因奈了嘛也。
最近吼就是咱跳界舞界了，舞界了，舞界嘛，原住民的部落嘛。武岭嘅人，干咩武岭诶？像某腔比说，某腔咩舞界？唔美吧？唔美啊。嘿，舞界是不是部落？对，部落给骗，布农族。布农族部落。你自己去啊？老公没有啦，搭游览车去。金毛鱼哦。我没去听。所以我就说嘛，他一定在家里比较大。嘿啊，佢吹了佢不卡做事啊嘛。你不卡撞木。该风景动江，然后去看个一线天。坐几对7人座的个箱型车，都经过个河床嘛哈，才能到达。哇，他们原住民朋友开车真紧吼，很生猛，超刺激，真的好高哈。这是要让你们对，喜欢听女生尖叫。对，超。哎呀，上安雕。嘿啊，莫那太卡中啊，很明爱很。很轻神奇呢，又刺激又好玩。然后做个溯溪鞋，这样轻轻走下到跌对，看一线天。冻江啊，真是冻江。跟他们一起跳舞，一起烤肉。就对，当天晚上就唱歌跳舞，看人家都很嗨。有些算部落给片给体验就抽了。对，大家都很民宿。真的，我觉得有时候心情不好的时候，可以去往那个地方走一走，然后去感染一下大自然。然后就跟原住民朋友可以相处1、2天呢，你会觉得哇，心情就特别开朗，对啊，冲出来，来，抢赢欣赏。我陣睇見而家平板啊，嗬，佢係形容應該上就係凍涼凍降啦，嗬，所以你上市場嘅時間，你發現嘅問題，嗬，就係自家要注意，其實係講冇特別注意，嗬，有啲事就會停降。好，同降就變成講，你本來死凍降啊，和咬得未凍好，結果最尾就係樹木入面時間停降過去，嗬，就會糖度嘅上停，潤味就會較少。比如講嗬，萬山香，嗬，香佢嘅發音係後背係 ONG 嘛，香嘛，好，所以你在唱嘅時間呢，你講詩章啊，是愛章，所以香個 O 它有個母音 O 接到 on， 好，萬山流香，好，香你下面都嘞，香，好，那個太快，停降，好，你講欠上，欠到的時間講樹木音，跟按到韻尾。好，所以3個從咧潤味吼，就係在每個時節落去接送咧，我想糖起來下降啦，吼，冇大松依個上安良吼，韓國不過當奇怪哦，你最尾記吼滿書網佢係 VONG， 可是一樣是 ONG， 你嘅網就清講。好，所以我哋喺想可能係你唱嘅時間吼，自家嘅咧。心情要再穩定一點哈，韓國唱嘅不管係哪種歌詞啊，哈，唱嘅時間呢上嘅穩定度，本大家聽起來呢為下詞材，你係我本意嘅建議，其他呢都唱到當好，新夢意。新夢先生，還是老公在你旁邊有影響到你？敢不會？多少？哦，那你回去，你很依賴啦。下禮拜還是一起啦。係啦，聽下來啦，先有請你嘅倆親國父呢，雲間之娛樂舞台咯。哦，拜來，係啊，2023年，係冇？可以啊，表演。以後啦，2023年。係哦，好的。用聽下來看總有整嘅分數。青春總是那麼大方。可以擁抱，可以碰撞。我第一次見到Shino是在我們學校。所以男的好上嘅時間。男的好上嘅時間，佢係咪出頭嘅在樂團唱歌？那個樂團是不是叫天梯？還是什麼天梯？是不是有一個這個樂團 ？Stairway to the Heaven 嗎？梯子啊，梯子。The ladder。你個到底會唱過？哦，梯子跟天梯有差，差一個字。用聽下來看總有整嘅分數。先生54.5關於恭喜你嘅有成績，B面成功，向等送你嘅 B 面獎嘅寶貝，連續2禮拜恭喜有成績。
少年音乐会，哎，特别安尼特别内边啊，他个对个印象一啲华语歌坛的时节哦，印象较深刻，但是冇想到佢客家妹嘅，客家妹啊，但真係樣哦，佢係台灣之光哦，哎呦，得到青島嘅獎項啊，金曲獎唔算，還有新加坡嘅金曲獎，哎呦，新加坡啊得到獎哦，亞太地區最受歡迎女歌手，哎呦，對，一叫冇看到佢嘅嚇，哦，一叫係啊，好叫冇出唱片嘅，啊，今日安尼邀請到佢哋安尼節目來唱嗰本客家彈，分享新嘅歌曲。係啊，等下好好讓訪問佢啦嚇，來有請一位林小培。分手的卡片，最后礼貌的收藏，岁月刷白的悲伤，放下了吗？青春总是那么大方，可以拥抱，可以碰撞，震碎了一地的信仰，磨成钻石，音乐的发光。欢迎来到属于我们时光的剧场，不必在乎谁的眼光，不勉强。欢迎来到属于我们时光的剧场，时间太短，追不上解答，何必再想？请让我陪着你继续的唱。消失的台阶，沙滩也不知去向。总有人和我一样，找仪式感的傻瓜。说好断舍离，鞋盒却装满了过往。岁月刷白的悲伤，放下了吗？青春总是那么大方，可以拥抱，可以碰撞。震碎了一地的信仰，磨成钻石，音乐的发光。欢迎来到属于我们时光的剧场，不必在乎谁的眼光，不勉强。欢迎来到属于我们时光的剧场，时间太短，追不上解答，何必再想？欢迎来到属于我们时光的剧场，不必在乎谁的眼光，不勉强。欢迎来到属于我们时光的剧场，时间太短，追不上解答，何必再想？请让我陪着你继续的唱，请让我陪着你继续的唱。
，Daniel 桑，吉娜，我是对对，吉娜，对，我们从吉娜罐子，然后一直到好久了。所以你们都音乐人嘛，对不对？没有，我等一下要分享一个故事。哎呦，我第一次见到 Shino 是在我们学校。学校哦，已经有呀。但问题是那时候人家不认识你啊，他那时候还没出道。他忙出头，所以男的好上海时间，男的好上海时间给他忙出头，给在乐团冲过。那个乐团是不是叫天梯，还是什么梯之类的？天梯啊，是不是有一个这个乐团 ？Stairway to the Heaven 吗？黑不黑？有一张乐团。梯子啊，梯子。The Ladder。梯你和高底波都冲过。哦，梯子跟天梯有差哦，差一个字。而且我们是在 pub 里面，对，然后那时候那个学长说有一个很屌的乐团啦，怎么样，然后就在我们学校演唱舞会啊，泰嘎都是客家人啊，他们乐团几乎都是客家人，全部都客家人，真的哟，我们几乎都客家人，然后练习的时候彩排讲客家话，我们那时候还是杀去中立哦，真的哦，对，我一讲中立就会有中立就有客家腔，中立，你住在我的老姑婆家的后面，哎呦，是吗？是啊，鱼市场我姑婆每次都跟我讲，那个林小培住我们家后面那条巷，在这里还可以牵亲牵妻啊，还不错嘞，一定要蹭一下。不是啦，无事不登三宝殿啊，这太长久没看到你，没。对啊，所以观众朋友都差点忘记你。当然你，我自己都差点忘记我自己。对，你还又出来嘞。大家都知道你在华语歌坛的那个表现，都非常突出了，而且后来在电影、戏剧、音乐舞台剧也是。对啊，音乐舞台剧，很喜欢。那今天来是就是要宣传新的 EP 啊！掌声鼓励各位朋友，谢谢。整个狗血船前面接着会给总你捧着的那一张的啦。对，我这么长的腿都不够捧呢。然后其实蛮久没有发片，也是因为疫情之后，其实疫情对大家都造成了相当程度的影响，那一定的，全世界的事。对。然后，但是疫情过后，我就很幸运的，就是遇到了我现在的公司，因为我做 indie 做很久了嘛，我做。我独立音乐大概是做了11年的时间，所以很久没有这种有 family 的感觉，有家人的感觉，然后才有这个契机，比方说可以联系到戴佩妮，因为《愿我》这个主打歌就是佩妮写给我的礼物，哇，好棒！他给我祝福，哇，这都是天后级的嘞。然后我又有机会再跟我的恩师就李世先老师合作。李世先老师好久没听到这个名字，真的哈，他一直大前辈，他一直都还在做，然后他听的都很前面这样，对，都还在线上。然后就是跟老师合作时光的剧场，对，然后其实就是这一张有点过去、现在跟未来的感觉，3首歌刚刚好。愿我其实就是送给自己的祝福吗？是 Penny 送给你的祝福。然后而且 Penny 很像那个马盖算命商，那个医生治疗医师，心理治疗师，对，他就用一首歌疗愈了我。所以我虽然录音室这首歌很艰辛啊，8个月才做完。一首歌搞8个月，那真的有点久。表示说他对这首歌情感上的诠释，对，刚开始唱真的是就是很失控的，对，所以可以跟 Penny 合作，我觉得这对我是很大的祝福，可以放下很多过去放不下的东西。然后时光的剧场就是我写给我的歌，因为我出道25年，海豚。是叫海豚金鱼，对不起，谢谢。他们都是海洋动物。哺乳类，人家是梯子，你应该要说天梯，人家是。我是年近金鱼，有一点岁数的老妇，在这不是，好不好？没事。哇，你能记得是这个，我觉得很感动。反正我就记得是一种差不多类别的。对，所以我都叫我的歌名叫小金鱼。对，因为小本经营嘛，破晓的晓，然后金鱼的金，然后他们也都就是已经有小孩啦，然后而且你的粉丝都很死忠对，我觉得我就是很感谢他们，一起变老这样，所以就写青春咯，因为他们的青春几乎
陪伴我，互相陪伴。对，他们是陪伴着我，然后听着我歌这样子长大，然后到现在，就是虽然隔了这么多年，但是我一直很想表达我给他们，我对他们的感谢跟爱。然后就是也差不多是时候可以回顾一下青春。所以你一直心还是痒痒的，还是心还是会动，就一直想要。是啊，哇！而且这首歌还因为。又再一次，就跟你讲，真的缘分真的非常奇妙。我又跟黄中平老师合作，哇！我的第一张1998年就是新农林小培同名专辑的内页封面那一张，反那一张，那个大师，不能呼吸，对，没有力气，烦啊！那个也是中平老师拍的，真的啊。所以等于25年后，我再有机会出这张单曲的时候，其实这个 EP 从照片就是刚刚大家看到那个不是 oversize 的那一张啦，对，那个。然后一直到，如果你上 YouTube 看的话，你会看得到那个2支的音乐录影带是《愿我》跟《时光的剧场》，然后也是由黄中平老师来操刀的，所以我觉得我很 lucky， 就是不是有时间瞬間拉回那个感觉？有啊，音乐的初衷，对，很感动的。然后拍 MV 的时候，因为他一直说那个 MV。他想要放一颗彩蛋在后面，就那个彩蛋差点没把我就是哭坏了。哎呦，彩蛋是怎样？他设计什么？彩蛋是因为其实也是我写这首歌也是致敬我的心动，所以在里面我们有一个穿越的剧，把你以前的画面，3个年代的我，小朋友的时候的我，然后就是演 Big 的那个女主角菲菲，对，她真的好棒，好会演。然后另外是一个17岁的我，就是正在摇滚梦的时候，那个时候，虽然那时候我去了日本啊，但回来之后，其实就是现在的我了，对。然后长大之后，其实这一路。从2年级，他帮你记录了这一段人生的河流。我想很多人是因为，我觉得心动好像他们自己的 BGM 嘛，那个背景的，那个他们自己的主题曲，所以我觉得中平老师这神来一笔的，对我觉得带回了很多的感动及温暖。那个 MV 看起来应该是很棒啊，一定很温暖、很感动。哎，真的，哎，你这一张专辑是大成本、大制作，哎，还请到黄中平导演，对啊，而且《时光的剧场》，对啊，还有制作人陈建奇老师，哇，你看，哇，这都是金曲一字排开的金哎。哎，真的耶，真的。然后我跟那个建奇老师，其实我们在01年01年还02年的时候，我们有合作过。他那个时候是我的 musician 演唱会，Asia One 才20几岁，好年轻的，我都出道25年了嘛，对啊，起码有一段时间我们都没有。联络上这样子，我陈建奇老师制作出来的必属佳品，没错。那黄中平老师拍出来的也都是大片，没错。对啊，都是点阅率极高的这个 MV。谢谢大家支持。但是我真的觉得好羡慕Shino姐哦。对啊。她得到金曲奖的时候，也得到了我的偶像的签名照。你也喜欢他？谁不喜欢他？你偶像的签名照？谁不喜欢他 ？DCT Dreams Come True。吉田美和谁不喜欢他？哎，对，我上课还问过老师，为什么他的声音可以这样？他可以又唱又跳，然后声音都不动的。哦，而且他唱歌难度非常的高。靠！就是我只要唱他的歌，就是破喉咙的。对。然后呢，那时候因为拿新人奖，是。然后他的那个台湾的经理人这边就有讲说，我有 cover 他的 Love。在那个表演的时候唱这样，然后那一年很幸运是我拿到了奖，然后我就被钦点到后台那个国父纪念馆有一个 VIP 的一个休息室，小的休息室，然后我就很兴奋可以去见偶像，对，而且我多 lucky 你知道吗？因为那是第一次，就是我们邀请这么
这么厉害的一个团，然后来台湾，然后这么 lucky， 我就是那一届，所以我觉得这个真太美好了。有跟他拍个照吗？当然，我跟你讲，而且我是照片传家宝，是我的欧妈猫。你放在身上吗？这是护身符来的。而且是他拿出他的那个这个叫什么？拍立得。对，不要动啊，不要动，他帮我给我们摄影大哥拍一下。他帮我那个拍的。哇哦！而且他们是全团呢。对，3个人。这个时候还是现在这个画面已经看不到了，这个是有一位已经离开了。对，所以现在只有就是米瓦跟纳卡穆拉。这是几年前？这个是刚好是99年，1999。哦，99年的4月吧。25年了呢。哇，这很值得纪念，真的。对啊，这是我的日本人讲欧妈莫里嘛。御手，是，你这个拿相片出来，会让我想到以前有个倪斌，有没有？这样一想，然后就相片拿出来。哦，这也是一个梗哎，不错。然后就跟以前跟谁合照过，然后。哦，真的哦。他该不会有一手好牌这样，一副牌。对，可是这个意义不一样。我会认真哦。对啊。开玩笑。对啊，这个很值得庆幸。对，我真的太 lucky 了，我超幸福的。我隔天早上真的是，因为你知道他拍立得嘛，那个颜色不是很容易掉或什么的，然后我就真的一大早就是那个。对，然后去那个照相馆前面，就是等他开门，我要赶快护背，这样好不好？再带来一首这个客家歌，给我们客家乡亲。我最爱的客家歌哦，7歌，跟我来谈。哦，林小培来唱的哦。西风叫，跳来来，点点起彩太路条，无人舍，无人爱，记起一条流浪桥。明暗天雾雾。西风叫，不是叫，爱为好好老你爱，照顾你，保护你，你不会再孤寂。西风叫，跳来来，点点起彩太路条，无人舍，无人爱，记起一条流浪桥。明暗天雾雾。悠悠无片语，西风叫，不是叫，爱会好好留你爱，照顾你，保护你，不会再孤寂，照顾你，保护你，不会再孤寂。车意味欣赏嘅安古安古地波都会歌诶。佢唱的某空有咪头啊，算是童谣哦，安古安古算是童谣的歌曲。我真的很喜欢
就是他《安光姑》那一张专辑。然后其实我也真的很想有机会可以做一张客家的。对呀，你像彭佳慧有机会哦，对，嘎菲就是去年就出一张。我讲最标准可能就只有嘎菲的名字了，因为我叫他都叫嘎菲这样。嘎菲哦，所以他就是他那时候跟我说，他录这一张的时候，他就跟我讲说，草头猪小姐，我应该要就是好好反省一下，自己是哈嘎妹怎么会都没有这样的动作呢？然后我就说好啊，那你要出钱让我做一张童谣的专辑。对，要不然就是文化部。我刚开玩笑。对啊，我们每一集都呼吁文化部客委会。对啊，补助像这种这优秀的歌手，对啊。我想要唱给那种就是小朋友会喜欢的那种。对，我觉得童谣会很容易让人家记得之外，就像我学英文歌，我也是从客家，就是好像客家话这样 copy 开始。但是你曾经去日本驻唱很长，是不是有一段时间？4年嘛，我17岁去，17岁就20多岁回来到日本去哦。那时候你进去还 OK 吗？去哪里？日本啊。进去哦。对啊，日本台湾女生的那个年代进去日本不是都会被特别调查？我有考那个歌星证。然后歌星证，所以是专业人士哦。小林老师那个年代的吗？我也有。不是因为要出国的时候，而且我们一去是半年，所以半年都没办法回来的。然后我们3个月要换一次 visa。你才几岁而已，你有歌去搞歌？17岁。你是没有16岁的时候去考，那还是高中大学年纪？高中很小就天赋异禀了，决定要靠这赚钱了。发现你很会唱歌。我决定要唱歌，其实真的大概跟阿婆住有关。而且我到现在最标准的一句话，应该是我阿婆教我，就是我的肤色。伊讲啊，迄甜半色，宽的深唔得，宽的深唔得。为什么会这样子说？就是我小时候很黑嘛。对，有黑美人然后他就说甜半色，他就说好贴切的感觉，烧焦了那种。年糕的那个颜色就是宽的深的，然后也是。我觉得唱歌也是因为我的阿婆很喜欢看歌仔戏，然后你知道小鬼都很爱，就是那边自己在那边披了那个对床单，然后就开始自己觉得是女主角这样，对，然后就是你要演谁，我要演谁这样，然后还要就是一边看完，然后要马上 copy 出来这样子，真的哦，然后阿婆。我觉得我的阿婆心里面一定很烦，就是让我好好看个电视好吗？看我们太无聊了。穷岁是边跪边乖了。就做有一点。我小时候都玩金刚战士。我是可爱的卢黄忠。对，就是那种。就是因为唱了这样，然后我4年级就去报名参加学校的歌唱比赛。然后那是母亲节的一个比赛嘛，然后我就去唱那个母亲像月亮一样那一首歌，结果我没有拿到第1名，我拿到第2名。第1名是谁？不知道算了不重要，反正金曲奖是。我真的不知道但那个时候就在我人生第1个舞台是司令台，是，然后我就决定我长大要当歌手。因为就很有成就感啊！对啊，我人生第1个舞台也是司令台啊！真的？对啊，但我是因为被上去罚站吧？迟到，然后要唱歌啊！对啊，现在同学每天早上都迟到。你们还要上司令台罚站，好糗！我们在门口而已。这不是重点。好的，重点是要听好歌。对，这一次难得出了3首歌的 EP， 对不对？还有新歌，对不对？对，还有新歌。再介绍一首新歌好不好 ？Greta， 对 ，Greta 是气候女孩。OK， 来听这首歌来。给索尔的吹，还反骨的花，或者就剪去那残损的发，洪水中玩耍他不熄的火光。Mother Earth is burning up。
上，白鸽机上飞出肮脏的网呀，哎呀，惊慌的乌鸦，错线振翅又能逃去哪？在火堆前跳舞，在火堆前跳舞，系上同样的步伐。我们快乐的跳舞，我们用力的跳舞 ，Greta Rory Night， 在火堆前跳舞，在火堆前跳舞，系上同样的步伐。我们快乐的跳舞，我们用力的跳舞 ，Greta Rory Night。要更多武器，还是更多勇气？或者53波格的忧虑，不甘的河流，冰川的融化，我心不会是我家。咕咕咕咕唱着悲伤，白鸽只想飞出肮脏的网呀，哎呀，惊慌的乌鸦，错身振翅又能逃去哪？在火堆前跳